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腓立门书第1节到25节。腓立门书第1节到第25节，和合本圣经在311页，新标点和合本在23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腓立门书第1节到第25节。第1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第10节，就是我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第20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以上。这时，请本堂的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人际高手第3讲，尊重高手。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的清早主日清早能够来敬拜你，献上满心的感恩。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我们盼望透过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人际的高手。因为主，你要我们去实行的大使命，乃是要人与人之间有很好的关系，才能将这福音来传出去。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保罗中间来学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尊重人的高手。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盼望能够带领未信主的人能够一起进来，
我们盼望能够透过福音中间要传讲的信息，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那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是要我们能够去将福音传给世上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那你要如果能够去完成大使命呢，你就是要去传扬福音。传扬福音呢，你跟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盼望在这个学习5个福音主日中间，我们要学习如何成为人际的高手。人际的高手必须从很多个角度里面去学习，有从关系来看，也有从角色。那今天我们要学到尊重，以后还肯定、饶恕等等这几个。但是我们从第一讲的关系在3页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关系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人与人的关系要好的话，不是我怎么样去努力就够了。原来它有根本之道，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当你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和谐亲密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墙痕、这个围墙，然后我们就跟人之间能够有一个亲密跟和谐的关系。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夏娃跟亚当的故事。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神为他造的这一个要成为他的配偶、陪伴他的人，他马上讲说他是他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话。但是等到夏娃她吃了这个善恶果之后，上帝责问亚当的时候，亚当马上说：“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为何一个肉中肉、骨中肉、骨中骨呢，反而是变成那一个你所造的女人呢？因为他们的关系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背叛了，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和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思考的。我们要跟人有这个很好的关系的话，先回到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很正确、很和谐、很亲密呢？当是的话，你就会领受上帝的话语，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会得到改变，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就能够有亲密跟和谐的关系。在第2讲里面呢，我们讲到说角色，要如何成为一个角色的高手呢？我们学习到说，我们的角色的定位呢，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看自己是如何，或是别人看我们是如何，乃是神认知神看你是怎样。我们也提到，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唯一的宝贝。他创造所有这么多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神创造我们不是偶然的，是有他的任务要给我们去完成，只是我们知道吗？你自己如何看你自己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的现象，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社会经济这样子的不好，然后前途茫然，然后就开始就很多不正确的这种行为就反映出来，有人就自杀了，有人就是抢，有人去残害别人等等这种情形。难道神创造你是为了这样子吗？为了要去抢别人，为了去杀别人，为了要自杀吗？我相信绝对不是。神如何是看你，原来是你自己看你自己是如何，这是错误的。你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我们还特别举例米歇尔他所创的一首诗是“你是唯一”。他创这一首诗的时候呢，他原来是他的女儿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要很小就必须要动心脏的手术。他鼓励他：“你是上帝所创造的唯一。”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我们原来有一个礼拜六请这位米歇尔，他其实是一个是华人哈，就是台湾人。那我们请他来做见证，他也爽快的答应说，他那一天礼拜六要来做见证。很可惜，在前几天要做见证前几天，他打电话来说，因为他的妈妈已经接到他妈妈的病危的通知，所以他当天没有办法来。后来我们也知道，很抱歉，他的妈妈已经蒙主恩召的，但是很可惜，他原来就是要来分享他如何在他的女儿刚生下来就这样，他没有抱怨，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功课，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的角色到底是如何，是神如何看你，不是你如何看你自己或别人如何看你。我们用的故事，我们用的经节是用到利未，税吏利未，别人眼中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罪人。他是神没有办法拯救的，照以色列人的这种律法来看，他是神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人。
但是耶稣呼召的他要成为他的门徒。后来利约也成了耶稣12个门徒中间之一。我们不要忘了这12个使徒有多重要。耶稣的福音，耶稣的好消息，就是靠这12个使徒，他们去传遍福音的。虽然我们圣经中只看到大在传扬福音是包括保罗、包括彼得这几位，很少记载，但其他几位到底是如何？但是他们12个人都发挥了他们应有的功能。他们如何去将这个福音好好的传出去？别人眼中看为是一个罪人，无法得救，没有办法上天堂去的人，但是耶稣呼召了他，因为他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所以个人的角色不在于你如何看你自己，而是神如何看自己。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看我们自己如同神看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包袱，所以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传统，要放下我们的惧怕，放下我们的固执，放下我们的怀疑，还有我们常常要用有限的这种理智要去分析。我们只要单单的来接受，单单的跟随耶稣，你就能够找到你的角色的命定，你就活出神给你的命定，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有人大概觉得说我是什么命定呢？我根本不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任务，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些伟人一样，他可以影响了全世界，他可以影响那个国家，他可以影响那个县或是市，或是越小到一个城，但是还是影响了很多人。我们没有办法像这样，但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或者是你是一个父母的话，你就影响到你的孩子；你是一个兄弟姐妹中间的一个弟弟也好，哥哥也好，他就影响了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或者是他的同学，或者是他的同事。每一个人在他的影响的范围之内，你有如何能去达到神给你的任务吗？你要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神让我们诞生在这世界不是偶然的，一定有他的任务存在。这是我们上次所学习到的。我们的角色只要成为角色高手，乃是回到神的面前，神认定你是什么，你就要活出他应该要有的这个角色。今天我们要看的乃是另外一个，是成为一个尊重的高手。我们盼望从保罗跟人来建立人际关系，来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个尊重的高手。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当我们向我们同样的人、同样的族群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大概很容易就能够融入，因为他知道是我们是同样的人。但你像一个外国人，像一个完全不同族群的，你要去传扬福音，你人开始认识都很困难的，何况要将这样子完全超乎他们能够想象的道理，能够来跟他们讲，还要他们来相信呢？除非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你才有办法。保罗既然是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他显然是有他的一套在，他里面的一套里面，等一下我们从他的今天所写的这书信里面就可以来看出来，保罗为何他愿意这么去做这事情，而且知道要把有这样的人际高手呢？原来他自己在很多的地方也写到，神要求我们人的关系乃是要和睦。他的基本出发点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9节。耶稣所讲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保罗就根据这样，在很多个书信里面也提到，在罗马书第12章18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14章19节又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他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5节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神召我们原是要和睦，还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说，我们要彼此和睦。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他跟人关系，我要传扬福音没有错，但是呢，我要先求的和睦，人跟人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之后，才有办法能够将福音传出去。但要如何能够达到和睦呢？原来它的重点就是在这样，你必须要尊重。腓利门书呢，是保罗所写给最简短的给个人的一个信函。其他那些哥林多前书、罗马书，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或是哥罗西书等等，这些都是教会。但是腓利门书，当然还有提摩太书是写给提摩太的，但是写给腓利门，单单为了一件事情而来写的这封信。
写给提摩太这些书里面呢，还讲到是如何去牧会等等，这些是教牧的书信，不只是讲勉励的提摩太，还勉励的如何去将教会能够牧养出来。但是写给腓利门书呢，竟然只是单单为了一件事情，为了怕腓利门他不接纳从他家里面所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而写的。这些书信呢非常的短，这里面呢希腊文里面呢只有335个字而已，而和合本呢包括标点符号都在内，也不过是679个字而已。但是它摆在圣经里面，他要我们去学习保罗他为何要为了一个奴隶，还不是普通的，是一个奴隶，在当时候的奴隶制度之下，奴隶是根本不值钱的，主人都可以随便要他死他就要死的，但是竟然为了他写的一封信，写给他的主人腓利门。原来也是刚才我们所看到保罗他在讲到要使人和睦，他自己实践的这件事情，他想要帮助一个奴隶逃跑的一个奴隶，如何跟他的主人能够再次的和解起来。腓利门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亲爱的，所以腓利门书可以说是一位有爱心的使徒，就是保罗，他为了他所爱的人阿尼西姆，然后写信给所亲爱的，就是腓利门，是一个有关爱的一封信。虽然我们中间起来看到很少讲到有关爱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写信人他的心意是这样子的诚恳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背后是存着多么大的爱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从他书信里面，从第1节开始就看到保罗称呼了很多人，他如何称呼这些人，前面都有一个形容词在，而这形容词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保罗跟这些人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第一，我们看到他自称跟耶稣的关系，他讲到说为基督被囚的。原来保罗称自己他是因为基督而被关起来的。我们也从其他的书信里面看到他受到很多的鞭打，鞭打是39下加1下，又遇到了海难，又遇到了石头砸，然后又有人要杀他等等，这么多的困难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他自己可以很自豪的讲，他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关的，他是如此的忠心，他是如此的奉献他整个生命出来。第一个是他跟神的关系，第二我们看到他写信讲，在第1段有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等等等，他把提摩太看成是他的同兄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提摩太是他提拔的一个人，也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但是在这的时候，他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位里面，他提升了这个提摩太，跟他同样的地位中间，跟他联名一起写信给腓利门。我们看到提摩太对保罗对提摩太的爱跟他的提携。第三个我们看到是腓利门，当他写给腓利门的时候，他说我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腓利门原来就是他的同工，他写给他的时候，把他看成是跟他同工一起在一起的，显示保罗对提摩太对腓利门他的一个看重，觉得他跟他是一个同样在一起工作的人。保罗，我们看从这3个人来看的时候，就知道保罗对他所有的这些人里面呢，他都有不同的称呼在，表示是他对他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第4个我们所看到的乃是跟亚非亚他讲他是妹子亚非亚很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太太，表示说保罗对腓利门的太太是有这很亲密的友谊，把他认为是跟他同样一个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存在的。在接下来他跟亚基布的时候，他说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这当兵当然不是一起去打仗的这个当兵，而乃是同样为主而工作的这些当兵。亚基布到底是谁呢？圣经中没有明解讲，他有可能就是在腓利门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同工，甚至也有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我们看到的是保罗把这些同工们都把他当成是一起为主的工作来努力的，看到他是对人的一种感念。
在看到对阿尼西姆的时候，他说在后面有第10节的时候讲到说，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在第12节更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台语里面讲心上的东西，外心吧，就是我心里面非常担心、非常挂虑、非常想念他的这个人。一个奴隶竟然被保罗能够这样称呼他是他在心上的人，在捆锁中所生的人的话，应该是讲说他在监狱中间碰到的阿尼西姆的时候，当他传扬福音，后来他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所以我们看到是保罗对一个甚至是一个奴隶人，他都怎样子接纳他，以及跟他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存在。他最后还称了一个以巴佛，以巴佛是记载在23节的地方讲说，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这个人到底是谁也没有提得很清楚，但是显然是腓利门他了解到底是谁，而他是跟他在一起在监狱里面的人，也显示说这个保罗他跟与人同担苦担的这种情谊，他虽然跟他一起坐监，他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犯人还是怎样，他仍然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同样关心的在腓利门的这一个他的里面教会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形呢，乃是保罗他这么多人际关系中间，他对每一个人的这种关系，每一个人的这种尊重的这种情谊呢，正是我们要学习有关人际关系的这个典范在。我们看这么多中间的时候，发现到保罗他对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个特质，乃是就是尊重。所谓尊重是什么呢？尊重就是他看超过他别人眼中所看的，而他把它当成一个是真正上帝所创造唯一的宝贝。他试着想要把上帝眼中所看的这个宝贝把它活出来，所以他又这样子的去尊重他们。我们从今天所看的这个经节里面来看到，保罗为了要尊重，要让这个腓利门能够接待他的阿尼西姆的时候呢，他所写的话呢，就是先称赞着这个腓利门，好像戴个高帽子给他，这样讲，我祷告的时候，因为常常感谢我的神，因为听说你的爱心还有你的信心，我为了你的爱心，就大有快乐，大有安慰一样。好像保罗就是暗示了这个腓利门说，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你应该要来接纳这位逃跑的这个奴隶。接着我们看到是，我们要看说，虽然他是奴隶，但是保罗如何看待奴隶呢？在当时候是有奴隶制度的，你们不要忘了说，这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当2000年的事情，这种奴隶制度呢，还是非常的普遍。就是在几百年前的时候，连美国也仍然是有奴隶制度在，是后来才去废掉。但在有奴隶制度之下的时候呢，保罗他在他的其他的书信中间，他提到不同的身份应该要尽他的责任。还有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5节讲到，做仆人的应该如何？做仆人的时候，你们应该非常的战战兢兢的，用诚实的心把你的主人看成是好像是基督一样，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将你的身份做得很好。而对主人呢，他也告诉他说，你不应该要这样，要威吓你的仆人，因为知道这样，你的仆人他也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两个同样都一个主在天上，所以你不应该威吓他，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仆人而已，所以你对待他一样，也是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你也不应该偏待人。当做了这样子的解释之后，保罗就主张说，怎样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当守住这身份。因为有这样的原因，所以他就来跟腓利门讲说，你虽然是他的主人呢，但是你也要知道，你也是用重价，耶稣用重价赎回你的，而你的奴隶呢，也是耶稣用重价去赎回他的。他现在已经是信主了，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所以你应该也要尊重他。保罗继续来讲说，所以呢，我们要用同样是耶稣是我们的主的话呢，就靠着基督能够放胆来吩咐你做合宜的事情和上帝所看为正确的事情。
这两方面来讲，第一个就真理来说的时候呢，你应该接受奴隶阿尼西姆，因为他已经信主了。我们是有同样一位在天上的主。而就关系来讲的时候呢，腓利门呢是保罗的门徒，所以保罗呢就大胆的吩咐他应该要做怎样子的合宜的事情。虽然保罗有这样子的身份，一方面就真理而言，一方面就关系而言，但是他仍然讲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是为了捆手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我们看到保罗再次的显示，他是有何等高的尊贵给这个腓利门。阿尼西姆原来的名字呢是叫做有益处的。那没有想到一个奴隶竟然偷了主人的东西还逃跑，但是保罗告诉他，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会有益处的。用这样子要来说服腓利门。同时他还说，阿尼西姆以前虽然是一个奴隶，但现在是我心上的人，是我在捆锁中间所生的儿子。我们看到他一方面在尊崇的腓利门，同时也对阿尼西姆呢也给予尊重，以他的爱在。接着保罗又讲说，他本来是想要将他留下来代替腓利门来服侍他，但是他不知道当主人的腓利门的意思是怎样，所以又再次的说，我应该将这个主权交回给你，是主人，你是腓利门，我对你如何的尊重。接着保罗又动之以情，又说之以理。他说他暂时离开你，说不定就是为了叫你能够永远得到他，但是不再是奴隶了，而是高过奴隶，因为他已经是成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了。所以希望腓利门能够这样子的来接待他，再加上自己的因素又摆上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而且还对阿尼西姆以前他犯的事情还做了交代。保罗也负责任的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也不用对你说，你也自己亏欠我。这个亏欠当然不是讲腓利门他欠了保罗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的生命得到了重生。这个生命的无价是保罗将这个福音传给腓利门的，这种亏负更大。最后保罗还告诉他说，你所做的应该会过于我所说的。我们看到是一个保罗，他为了一个奴隶，这个奴隶还犯了罪，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逃跑的阿尼西姆，在监狱中间碰到了，传扬福音给他，他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保罗不希望他就此留下来，他应该回到他原来犯罪的地方，回到原点去，回到他的主人那个地方去。他就替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间充满了爱，充满了尊重，充满了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爱心是如何。他不管是从真理来讲，从关系，每样东西他都套用上去的，就是希望他的主人腓利门能够接受他这个逃跑的这个奴隶阿尼西姆。因为照当时候的这种奴隶制度来看，有可能他没写这封信，回到他主人那里去，大概他就会被处死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出于爱，然后他用尊重的这种角度里面去做了这些，写了这一封信。那我们回来看看，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要如何能够去尊重人呢？我相信我们很多心态必须要改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经过一个车站前面的有一个残障人摆一个地摊在那个地方，他地摊有的人只是乞丐就摆了一个碗而已，但是那个人他摆了一些笔啊一些东西在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你来买我东西好了这样。他经过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看成是乞丐，他就丢了100块，然后就走掉了。那没有多久，他越想越不对，这个又回来，然后向那一位残障人跟他说：“对不起，我刚才把你看成是一个乞丐，我认为你应该是一个生意人才对，
所以我跟你对不起，然后又走掉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人又经过这条路，没有看到那个瘫痪在，但是旁边有一间店，有一个人叫他了，就是原来那个残障的人。他说：“我等你等了好久了，我要告诉你，我现在是一个生意人的。”原来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让一个人他思想他就跟着改变。你看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就可能成为是个没用的人；你看他是一个珍贵的人，他就成为一个珍贵的人。我们要如何成一个珍贵的高手的时候，你必须要心态上要去改变他。有可能你眼睛所看的是一个觉得不值得我去尊重的人，但是你怎么知道神在他生命中间的命定是如何？是他没有活出来而已。你说不定是一个推手，你说不定是应该帮助他的人，你可以鼓励他，成为他一个真正神眼中的应该要活出来的命定的样式。这样，有一个老师进到教室里面，在一个大黑板上面、白板上面，就拿起笔来，就画了一个黑点在这个白板上面，然后问学生说：“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全班一致说：“一个黑点。”老师问他说：“你们难道没有看到白板这么大吗？而只看到一点点一个点的这个黑点吗？”原来我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大概就看到是什么。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吗？我们要尊重别人，你有可能看到他是他的优点呢，还是他的缺点呢？一个这么大的白板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只看到中间的一个黑点而已。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看这个人到底是如何。我们可不可以试着去看别人的优点呢？可以有更大的这种包容跟爱呢？有两个妇人在谈话，一个妇人就问另外一个妇人说：“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现在是如何呢？”他说：“我的儿子好惨哦，怎么惨呢？他娶到一个非常懒的媳妇。这个媳妇呢，每天只会睡觉，不打扫，不洗衣服，不煮饭，不看小孩，甚至呢还要他的先生呢把早餐带到他的床上去给他吃，真惨啊！那你的媳妇，你的女儿呢？我的女儿好棒哦，她嫁给一个非常好的先生，所以她根本不用做事情。”他也不用煮饭，也不用洗衣服，也不用带小孩，甚至他的先生还带早餐带到他的床上去给他。同样一件事情，为何有不同的看法呢？原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看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当我们要去尊重一个人，你一定要试着改变你的角度。我们不要用我们固有的这个以前的这种观念去束绑着我们，然后就造成错误的影响。你当然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尊重的高手。再看更多的故事，再看更多的保罗里面所讲他怎样去尊重别人，提携别人，以爱为出发点。但是你要是不改变你的角度，你改变你的心态，你还是没有办法。号称在巴黎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水泉，有一个水源，这个水源呢非常的灵。你只要去把它喝了，或是去涂抹了，还是怎样的话，你的病都会好起来。我们看到有一个那个乡里面的，他看到有一个退伍军人已经一条腿断了，还是一拐的向着那个水泉里面去。这些在旁边看的人就说：难道他想要再去喝了这个水之后，能够伸出另外一条腿出来吗？那个退伍军人听到，转过来告诉他：不，我不是要去求一个另外一条腿伸出来，我乃是要去知道，我少了一条腿，我要如何能够生活下去。我们要被人家尊重的话，自己有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还是只是一直要求别人来尊重我们呢？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应该要去我们应该也要有自己能够被人家尊重的这方面的努力。就像这一个退伍军人少了一条腿，他不是要去求人怜悯，他是要知道我如何能够活下去，我如何能够再少掉一条腿怎样的活下去。
别人要尊重我们，我们也应该有值得别人尊重的。盼望我们都来学习成为一个尊重的高手。要成为一个尊重的高手，要如何呢？要学习像保罗他的特质是怎样？本来是怎样，我可以这样，但是我宁可怎么样？本来是这样，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原来这就是一个尊重的特质。你不要觉得说自己有这样子的权利，我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宁愿放下这个，你才有办法改变你的心态，才有办法来尊重别人，真正从心里面来尊重别人。其实我们在学习尊重里面呢，保罗是一个学习的榜样，但是更有一个要我们学习的乃是主耶稣。神对人的尊重呢，比这还要高超的太多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定十字架，但是他不尊重这上帝呢，他尊重人，他不勉强人照他的意思走。他赏给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自由意志，让你自己来做决定。我们看到伊甸园的事情的时候，他并不勉强人不可以去吃不可吃的这个果子。他要是不要勉强别人，他就干脆就不要有这棵树就好了。但是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由意志，他可以做他的决定。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勉强的一定要接受他的救赎的恩典，他将这个决定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去决定。他只是希望我们去传扬福音，去寻找人，然后就在等候人。主耶稣就像那一位浪子回头里面的父亲，他知道人的状况非常的凄惨，但是他就站在门边在等候着你，举双手等候你回来，因为他尊重我们，他将我们非常宝贝的自由意志赏赐给我们每个人。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成为一个机器人，照着指令去做。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唯一的宝贝，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你愿意吗？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让他赦免你的罪，让他赐给你新的生命吗？也赐给你尊重人的生命特质吗？因为主耶稣这样子的尊重我们，他也要我们去尊重别人。盼望我们来学习，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尊重人的高手。这中间有很多的努力必须要做。你要回到跟神的关系要正确，你要学习到神这样子的尊重我们。我们也自己要能够成为人家值得尊重的人。你要如何的改变你的心态？你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只有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尊重的高手，你就能够将福音好好的传出去。愿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当中，特别是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人，盼望你也能够听到福音是这样，神怎样子的尊重你，神已经救赎了你，但是在等待着你要不要接受。这个礼拜中间我们有小组，有这几个问题，我们盼望在小组中间有很好的讨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你也爱了我们。我们虽然背离了你，但是你仍然透过主耶稣的救赎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的是你创造的人，但是你又尊重的人。你也盼望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互相能够尊重。我们今天也从保罗写的书信中间看到，他怎样为了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他怎样子的在他的语气中间，怎样子的显露出他的爱跟他的尊重。盼望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成为尊重别人的高手，因为神你尊重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去尊重别人。当我们有人能够尊重别人，我们就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可以将主耶稣你的好消息来传给人，让别人也能够来领受主你的爱。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用主耶稣告诉我们新的诫命来重新立志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2条诫命是律法与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